對於一個成年人嚟講，水佔身體嘅70%，並且細胞中嘅90%嘅成分都係水。細胞嘅新陳代謝、營養物質喺體內嘅運輸、廢物嘅排出、體溫嘅調節、身體嘅潤滑，都離唔開水嘅作用。因而水質嘅好壞直接影響人體嘅健康。世界知名嘅長壽村都有住天然嘅好水，被稱作奇蹟之水。比如法國嘅盧爾德、德國嘅諾地那、巴基斯坦嘅洪澤村、墨西哥托克拉特呢啲地方，遠離工業環境，水源清潔，水質無污染，含極高嘅活性氫離子。水源經過沖刷礦石後，天然礦物質融入其中，含陰陽兩性嘅礦物質，可以調和不同體質嘅身體，富含鎂、硒、鉻、鋅、磷等可以防止多種疾病嘅礦物質宏量元素同微量元素。呢啲微小分子團水更容易被人體細胞吸收，加快新陳代謝，提高血液循環流速，比一般自來水甚至礦泉水有更高嘅抗氧化負電位值。因此，中和造成人體衰老同疾病嘅自由基嘅能力更強。但係長壽村之外，污染卻喺度威脅住人類嘅健康。Tons of toxic waste are illegally dumped into the water by heavy industry that lines its banks. Health alert tonight after new research finds banned antibiotics and even arsenic in poultry products. Prime News on HLN. We got a parent alert for you. In this one, a possible link between pesticides on our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ADHD, a disorder that can often investigates your food. Are we being exposed to harmful chemicals and we don't even chicken, know? we all love it, can give you an infection, almost impossible to treat, and it only affects us. 當人們以為有咗先進嘅科技後，人類會活得更安全、更有把握嘅時候，卻係發現連食物中嘅農藥及抗生素都無法控制啦。被化學添加物包圍嘅我哋，仲能夠控制乜嘢呢？水。
供水部門咧供應含氯或者氯胺嘅水係常見嘅。而家我哋呢度咧有一啲自來水，我哋可以假設啦，已經有氯或者係氯胺。我哋要做嘅係氯氣測試。我哋呢度有3個杯，我將自來水倒入呢3個杯裏邊。呢度咧我哋亦有 AB9 水。首先啊，等我哋將呢啲自來水倒入呢個杯。接住落嚟，倒入第2個杯。呢度咧，我有一啲青瓜，我將其中嘅一啲青瓜放入呢個杯裏邊。嗱，通常啊，我哋喺廚房裏邊做嘅另一件事就係用自來水洗手啦。等我哋模擬一下。而家我要做嘅呢，就係將幾隻手指放入呢個杯裏邊。會有啲凍。呢個係氯氣測試劑。我哋要放一啲氯測試劑到呢3個水嘅樣本中，仲有 AB9 水。我會將呢啲水倒入另一個杯裏邊。嗱，首先呢，普通嘅自來水倒一啲氯測試劑。我哋可以睇到啊，水嘅顏色變黃咯，表明咧含有氯啊。咁等我哋睇下浸泡過青瓜嘅水。嗱，有趣嘅係冇變黃喎，點解呢？實際上啊，係青瓜吸收咗自來水嘅氯喎。等我哋睇睇洗過手嘅水會發生乜嘢變化。發生嘅情況呢，同浸青瓜嘅水非常之相似。我哋可以睇到冇明顯嘅變色，而實際上表明啊，喺呢種情況下，我哋嘅手、皮膚都係會吸收水中嘅氯嘅。等我哋睇下 AB9 水。AB9 水咧仍然係透明嘅，我哋可以清楚咁睇到冇變色。咁你想飲邊種水呢？人類血液平均嘅 pH 值係7.4，而隨住我哋嘅成長呢，我哋食用嘅汽水同埋肉類，使我哋身體嘅酸度咧亦喺度增加嘅。嗱，呢度咧喺我面前嘅係一啲水樣品，當然啦，我哋有 AB9，仲有汽水嘅樣本添。而家我哋要做嘅係 pH 值測試。嗱，首先我倒一啲飲品，而家我滴幾滴 pH 測試液喺每一個樣本度，睇下會發生啲乜嘢。從飲品開始啊！而家我哋可以睇到呢3種水嘅酸性越嚟越強。如果我哋睇到綠色，表明啊樣本係中性 pH 值。天然礦泉水咧變得有啲藍色。AB9 水嘅鹼性係最強啦，因為佢嘅顏色已經接近紫藍色啦。可以睇到啊，好多我哋飲嘅飲品實際上都係酸性嘅，譬如汽水啦。但係 AB9 水能夠中和唔同嘅食物同酸性飲品嘅。點樣做到嘅呢？嗱，等我哋睇下啦。將 AB9 水倒入其他嘅水樣品當中。
可以睇到啊 ，AB9 水能夠中和呢4種水喎。飲品呢，汽水酸性比較高。如果我哋將 AB9 水倒入軟飲當中，會發生乜嘢呢？有趣嘅係，佢仍然係呈酸性嘅，而且酸性好高。AB9 唔能夠中和軟飲同埋酸性。而事實上啊，平均需要30杯 AB9 水先能夠中和一杯汽水嘅酸性嘅。喺呢度，我哋有酸性飲品同 AB9 水，你會選擇飲乜嘢呢？我已經做好咗選擇啦。自由基係我哋身體新陳代謝嘅副產品。吸煙啊、酒精啊、過多嘅日曬啊，以及係食物嘅農藥殘留，都會增加我哋身體嘅自由基嘅。點解呢啲對我哋會有害嘅呢？事實上啊，自由基越多，身體嘅氧化就越快。實際上喺度加快身體嘅衰老過程。而家我哋想向你介紹呢一個氧化還原電位計，簡稱 ORP。呢個 ORP 計咧喺工作嘅時候喺呢度，你會睇到數值嘅。正值係代表水嘅氧化性，數值越高咧，氧化性就越強。而家如果呢一個係負數，咁我哋喺液體計就具有抗氧化影響嘅效果啦。我要倒一啲水喺裏邊，睇睇 ORP 計上嘅讀數係點樣嘅先。而家首先等我哋試一試礦物質水。我哋睇到佢係正值，再睇睇純淨水，冇咁高，但仍然係正110、115。自來水咧有較高嘅數值，180，甚至係190。而家我哋試下睇睇天然礦泉水，亦相當高嘅，190。AB9 水，哇，係我第一次睇到出現嘅負號啊！AB9 水咧係唯一一個呈負值嘅，其他4個都係正值嘅。呢個係唯一一個具有負值嘅水嚟嘅。要喺呢5種水中做選擇嘅話，事實上我要選邊種水已經唔係問題啦。AB9 水，我嘅選擇，你呢碘酒係強酸性嘅氧化劑。我哋要做嘅係滴一啲喺 AB9 水同不同樣本嘅水裏邊，從礦物質水開始，純淨水、自來水、天然礦泉水，最後係 AB9 水。所以我哋要滴幾滴碘酒到每一個樣品當中，從礦物質水開始。我哋可以睇到啊，呢4個樣品咧都係持酸性嘅，只有係 AB9咧能夠中和碘酒嘅酸性，抗碘嘅氧化性。所以眼見為實。
我哋食嘅好多食物咧，都係噴過農藥、殺蟲劑以及化學物質嘅。顯然咧喺食之前，我哋會用水洗啦。但係問題係用咩水洗呢？我面前咧有啲樣品，包括係 AB9 水。我要做嘅就係將水倒入呢幾個杯裏邊，會睇睇發生啲乜嘢。首先係礦物質水。似乎冇任何清楚嘅水顏色變化啦。純淨水呢？自來水似乎冇任何顏色或水體嘅變化。而家係天然礦泉水。比較一下 AB9 水同自來水，等我嚟睇睇。作為一個消費者，我真正想要嘅係健康嘅草莓，而呢啲水呢係唔能夠分解任何化學物質或者係農藥嘅。但係 AB9 水裏邊明顯可以睇到混濁同一啲啲氣泡，雖然唔多，亦相當少，表明有分解反應喺裏邊發生啦。所以我選擇 AB9。你呢？乾蔬菜，比如我哋而家有嘅，通常包含防腐劑同埋食用色素嘅。當我哋烹飪呢種乾蔬菜嘅時候，我哋通常會做乜嘢？我哋傾向於用水洗，或者用 AB9 微小分子團水洗。我會倒一啲水喺我面前嘅呢啲杯裏邊，包括 AB9 微小分子團水。等我哋睇睇會發生啲咩變化先。等我哋將乾蔬菜放喺呢啲水裏邊攪拌一下，會睇到乜嘢？先嚟睇睇礦物質水。水中幾乎係冇變化嘅，仍然可以清楚咁睇過去。所以似乎冇任何化學物質嘅分解。純淨水亦都係。自來水中冇出現任何顏色嘅混濁。天然礦泉水亦都係一樣。等我哋嚟比較一下 AB9 微小分子團水同自來水，將佢哋放喺一齊，睇下會發生啲乜嘢。嗱，我哋將乾蔬菜放喺裏邊，實際上啊，自來水幾乎仍然係透明嘅，可以好清楚咁睇過去嘅。但係 AB9 微小分子團水咧，變成咗綠色啦。實際上啊，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咁係表明咧，有分解發生喺呢個杯裏邊啦。嗱，呢啲化學嘅物質咧，用喺乾蔬菜係用嚟幫助保護佢，並且令佢睇起身咧，對消費者更具吸引力。所以當我喺煮飯洗乾蔬菜之前呢，我好清楚我嘅選擇㗎。你呢？乾貨嗱，好似呢度嘅黑木耳，通常係含有防腐劑同埋食用色素嘅，呢個好可能咧對我哋嘅健康係唔好嘅。咁我哋應該點選呢？嗱，我哋咧通常喺食之前咧，用水洗乾淨呢啲乾貨。首先咧，我哋有礦物質水、純淨水、自來水、天然礦泉水同 AB9 水。將呢啲黑木耳咧放入每一個杯裏邊，睇睇會發生啲乜嘢。
攪拌呢啲放有黑木耳嘅水，睇下會發生乜嘢。嗱，而家4個樣品嘅水咧，仍然正如你所睇到嘅，比較清澈，冇明顯嘅顏色變化。喺 AB9 水裏邊可以睇到氣泡喺度。聞起身有啲刺鼻。AB9 水喺度分解黑木耳當中嘅化學物質，使黑木耳啦可以係更健康，令到我哋可以遠離化學品。所以我做咗我嘅選擇啦。你呢？我哋飲嘅一啲飲品內，實際上含有人工香料或者人造色素嘅，或者呢瓶青葡萄飲品亦包含在內呢。我將佢倒入呢2個杯裏邊。呢度有自來水同 AB9 水，將呢個倒入呢2個杯裏邊，睇下會發生啲乜嘢。我哋可以清楚咁睇到啊，自來水同 AB9 水之間嘅區別啦。AB9 水變成咗黃色，呢個係非常令人鼓舞嘅，表明呢個青葡萄飲料咧含人工色素或者係人工香料等化學物質。因為有 AB9 水，所以人工色素同香料咧被分解啦。咁對我哋意味住乜嘢呢？作為消費者，或者呢啲化學物質可以加速老化，甚至係有助於疾病嘅發展嘅，對我哋嘅身體唔係太健康咯。所以啊，我做咗我嘅選擇啦。你呢？為咗加快肉類嘅增長速度，抗生素、激素同埋其他化學物質經常會被使用喺家禽啊同埋魚身上嘅。點解會咁做呢？咁係為咗滿足消費者咧對肉類越嚟越多嘅需求。呢個雞肉樣品咧被送到實驗室驗證係含抗生素同埋激素嘅。我放一啲雞肉片到呢啲杯裏邊。而家我哋有自來水 AB9 水，我要做嘅就係將水倒入呢2個杯裏邊，等我哋睇睇發生啲咩變化。我哋可以清楚咁睇到啊，喺我左手攞嘅 AB9 水，好明顯咁變混濁咗啦。而自來水卻係非常清澈嘅。咁意味住乜嘢啊？事實上 ，AB9 水為我哋分解咗抗生素、激素同埋其他嘅化學物質。下次備肉嘅時候呢，你會準備自來水定係 AB9 水去洗呢？顯然，我選擇 AB9。你呢？如果有太多嘅脂肪喺我哋嘅血液裏邊，咁有害嘅膽固醇會堆積喺血管內壁嘅，自由基會同膽固醇結合並氧化佢哋。不幸嘅係，呢個係會導致心血管疾病嘅，呢個亦都係常見嘅死亡原因之一。嗱，我要做一個實驗。呢度有油，準確嚟講咧係食用油。我哋將唔同嘅水同油去混合，
包括 AB9 微小分子團水。等我哋睇下會發生啲咩變化。我哋將食用油咧倒喺每一個杯裏邊，睇睇會發生啲咩變化。首先，等我哋睇下礦物質水。純淨水、自來水、天然礦泉水。而家等我哋睇睇 AB9 微小分子團水，有啲不同嘅事情發生啦。哇！油同水咧幾乎係冇分離嘅。事實上，油係被 AB9 微小分子團水乳化咗啊！呢個就係講你體內嘅油同埋脂肪可以被 AB9 微小分子團水分解同埋乳化嘅。嗱，諗一諗，咁樣對你嘅血液循環意味住乜嘢呢？如果你飲多啲 AB9 微小分子團水，對身體將會有意想不到嘅效果㗎。等我哋嚟比較一下，你可以清楚咁睇到其他水裏邊頂部嘅油同底部嘅水被分離啦。所以我做咗我嘅選擇，你呢？飲茶嘅時候使用咩水會最好呢？如果你問古人，佢哋可能會講冷泡茶最好啦，因為咁樣就可以保存茶葉中最有益、抗氧化能力最高嘅酵素啦，譬如兒茶素以及茶多酚啦。咁而家我哋能夠選擇乜嘢水呢？等我哋嚟睇睇台上邊水嘅樣品，包括 AB9 微小分子團水。我要倒一啲水喺呢啲杯裏邊，然後放入茶葉袋。等我哋睇睇會發生啲咩變化先。我哋要用茶做實驗。呢個綠茶包，首先放入礦物質水，接住落嚟係放純淨水、自來水同埋天然礦泉水，最後 AB9 微小分子團水。等我哋比較一下 AB9 微小分子團水同天然礦泉水先。我哋可以清楚咁睇到啊 ，AB9 微小分子團水有咗茶嘅顏色咯。我唔能夠肯定係乜嘢顏色喺呢杯礦泉水裏邊。顯然呢個係茶嘅顏色。點解呢？ AB9 水嘅水分子團係更少嘅，所以能夠沖出茶多酚嘅，使到茶更加美味啦。試下。我做咗我嘅選擇啦，你呢？我有一個燈泡，可以睇到當我連接兩個電極嘅時候咧，佢會着。我哋要比較啲乜嘢呢？而家我好確定嘅係，我將呢兩個電極放入我前面呢啲水裏邊，當然包括有 AB9 水啦。點解佢哋咁重要啊？因為有高礦物質、高含氧量同高溶解性咧，而使到水有高導電性嘅。等我哋嚟睇一睇，首先係礦物質水先，當然仲有 AB9 水。首先我哋睇睇礦物質水。睇下佢通過呢兩個電極導電啊，唔算係特別明亮，唔係我講就係噶啦，係燈泡講噶。而家我哋睇睇純淨水，
Now let's see the pure distilled water. Let's have a look. 微弱，非常微弱。 How about 自來水呢？ tap water? Okay, 光啲。 brighter, a little bit more encouraging. 天然礦泉水呢？ Bright. 光，或者可以再光啲㗎。 Now let's try 而家 AB9 我哋試下 AB9 水啦， Let's see how well this 睇睇佢嘅導電性。 electricity. Wow. 我諗呢個係目前為止係最光嘅。 呢個實驗令我覺得非常犀利啊！因為燈泡嘅亮度越高呢，講明導電性就越好啦。喺所有5種水裏邊，呢個先係最好嘅選擇。所以我做咗我選擇 AB9 水，你呢？當我手中嘅鐵釘被放喺潮濕嘅環境裏邊，或者係水中嘅時候，會因為被氧化而逐漸生鏽。呢度有5種水嘅樣品，包括 AB9 水。我喺度諗啊，當鐵釘被放喺呢啲水裏邊，會發生乜嘢嘅變化呢？ 而家咧可以清楚咁睇到啦，礦物質水、純淨水、自來水同天然礦泉水中嘅鐵釘都生鏽啦，但喺 AB9 水中嘅鐵釘咧，仲係保持光潔，並冇生鏽嘅現象喎。通過呢個實驗，講明 AB9 水嘅強抗氧化能力啊！一口好水，成就完美生活，還原自然滋味，享受嚟自食物嘅寵愛，源源不斷嘅純正，由舌尖延伸至心間，從內而外，呵護你表裏如一嘅健康狀態。睇得見嘅好水，我信賴。